以下落嚟就要考下大家嘅耳力啦。The United States has signed a long-awaited deal with Ukraine, securing access to the country's natural resources. Kyiv and Washington have signed a critical minerals deal. The U.S. and Ukraine have now signed a deal granting America access to Ukraine's rare earth minerals. 頭先呢3條片聽唔聽到中間嘅分別喺邊度呢？俾你2秒鐘時間，醒目嘅你哋就聽到啦。一個話係天然資源，一個就話關鍵礦物，一個就話有稀土。究竟3樣嘢有咩分別呢？3個媒體你問我，我就會話 BBC 同 France 24喺用詞上面明顯地就更加小心同埋精準啦。點解我會咁講呢？呢一節就等我哋一齊嚟拆解啦。不過喺我哋開始之前呢，我留意到上一次大家留言非常之踴躍，但係當中呢，我都睇到仲有一個問題，我諗需要再次講清楚少少嘅，費事大家一路混淆落去。呢個呢，就係關於稀土佢嘅蘊藏量、開採量同埋佢嘅處理量嘅分別。所謂 A picture is worth 1,000 words， 一幅圖可能勝過千言萬語。淨係聽緊聲音嘅你哋呢，就希望你哋而家都望一望個畫面，因為跟住落嚟呢，嗰3幅圖你哋睇完就好容易明白到3樣嘢嘅分別啦。第一，我哋睇到係稀土嘅儲存量，呢個就代表咗各種嘅地質協會或者地質學家經過探測，認為而家每個國家喺國家嘅國土入邊擁有未發掘嘅稀土量。所以由儲存量睇，中國、越南、巴西、俄羅斯同埋印度加埋澳洲呢，大家都有相當嘅儲存量。但係你睇到下一幅稀土嘅開採，就會睇到，咦，中國稀土嘅蘊藏雖然只係得38.1%，但係由佢稀土每年嘅開採量嚟睇呢，佢佔嘅百分比就突然之間去到差唔多70%啦。開採嘅意思即係由國土入邊掘嗰啲稀土出嚟。但係有留心上一集嘅，你哋就會記得稀土麻煩就麻煩在你喺開採出嚟嘅時候，佢通常都係夾雜住喺其他礦物質當中嘅，所以你可能掘到一嚿石頭入邊係啊有稀土，不過你要將嗰啲稀土喺嚿石入邊分離出呢，就非常之困難啦。所以你可以從呢一幅開採圖睇到，上一次2010年日本俾中國嚇一嚇之後呢，明顯地好多國家都開始盡量去開採佢哋自己嘅稀土蘊藏。當中你可以清晰咁睇到美國嘅紫色由差唔多2005年到2010年嘅0，又翻去有一定嘅數量啦。但係重點，稀土唔係在於佢個蘊藏量，係在於佢個分離非常之困難。所以咧，當你睇到呢一幅圖講分離後嘅稀土輸出咧，你就會睇到啦。熒光幕上嗰7隻由中國出口管理嘅稀土呢，當中尤其是嗰5隻重稀土，哇！支黃色棒簡直可以話係差不多就去到100%啦。呢個亦都係我哋上一集點解話要脫離稀土嘅依賴呢？喺分離技術上邊，西方呢仍然都係要加把勁嘅。咁你哋可能又會問啦，喂，咁佢開採咁多，唔通嗰啲稀土俾咗人哋去輸出？冇錯啦。而家現有嘅情況呢，就算係由美國本土開採出嚟有重稀土呢，佢都係將嗰啲蘊藏住重稀土嘅石頭運翻過去中國，等中國嚟做呢一個分離處理嘅。睇完呢3幅圖，希望大家對蘊藏量、開採量同埋佢嘅處理量更加清楚啦。好，我哋事不宜遲，講入今日嘅正題啦。呢個禮拜呢，大家相信都會睇到新聞，關於烏克蘭終於同美國簽署咗佢嘅礦產經濟合作協議啦。而喺開節目睇到嗰3條新聞片，你亦都會知道，其實各大嘅新聞媒體都有少少唔同嘅方式去解釋究竟烏克蘭入邊有嘅係乜嘢。過去嗰幾年，澤連斯基自己多次喺公開嘅場合就聲稱烏克蘭擁有非常之多嘅礦產儲量。當中點名講到嘅係有鈾啦 uranium、鋰 lithium、鈦 titanium、石墨 graphite、錳 manganese 同埋稀土元素，作為同西方國家爭取軍事同經濟支持嘅戰略籌碼。特別係喺2022年俄羅斯入侵之後呢，澤連斯基幾度都喺高調嘅場合當中，例如2024年10月佢嘅 Victory Plan 勝利計劃，同埋2025年2月嘅路透社採訪之中呢，強調佢哋呢啲資源對全球嘅供應鏈至關重要，
並以投機會作為理由，希望可以吸引西方領袖繼續提供軍援。喺我哋繼續之前呢度就要講一講以上澤連斯基所提到嘅所有物質，連埋啲稀土呢，其實我哋一般可以將所有嘅都統稱為關鍵礦物，又或者再籠統啲呢，呢啲全部都係天然資源。點解我咁着重呢點呢？就係因為你哋聽佢講嘅說話又好啦，又或者喺啲官方文件當中啦，佢哋都會盡量講得籠統一啲嘅。就好似當初澤連斯基去美國之前，官方流出嘅嗰份協議嘅內容，喺呢度你就可以睇到，都係講得非常之 general。原因你跟住落嚟就會知道噶啦。咁關鍵礦產同稀土元素有咩分別呢？關鍵礦產呢個詞呢，就多數都係 refer 翻去美國地質調查局 USGS 喺2020年能源法案下邊嘅定義，就係話指對美國經濟同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而因為依賴外國來源或者國內生產有限而存在供應風險嘅非燃料礦物。然而關鍵礦產嘅概念呢，又唔係淨係美國獨有嘅喎，因為美國咁樣界定之後呢，全球其實都有不同程度嘅認可嘅。其他嘅國家，例如澳洲啊、歐盟啊、日本呢，都有使用類似嘅術語嚟到識別對佢自身國家戰略需求至關重要嘅礦物。咁好啦，呢一系列嘅清單關鍵礦物呢，就包括咗大概50種嘅礦物，而當中呢，稀土元素嗰17隻稀土元素呢，就係屬於呢50種關鍵礦物其中嘅一類，所以佢哋互相嘅關係就係所有嘅稀土都係關鍵礦物嘅一種，但係唔係所有關鍵礦物都係稀土。就好似哺乳類動物係動物嘅一種，但係唔係所有動物都係哺乳類動物，其實就非常之易明嘅。雖然呢個定義呢，我就上一集利用咗佢，希望能夠吸引到你哋嘅注意力。不過今集嘅關鍵絕對唔係喺呢個咁簡單嘅定義分別之中。其實我想講嘅呢，就係雖然澤連斯基，尤其是佢去年10月推出呢一個嘗試 sell 俾其他國家嘅 Victory Plan 勝利計劃入邊，經常開始聲稱烏克蘭擁有數萬億美金嘅關鍵礦產儲存量。 These deposits are priceless. It is huge amounts of money. Huge. That is why we need to protect it. So if we are talking about a deal, that's what the Americans want, then let's do a deal. 不過呢啲說法往往係依賴一啲未經證實或者記錄不足嘅儲量探測，特別係喺稀土元素嗰度。美國地質調查局曾經清楚表示過，烏克蘭並冇顯著嘅已確認稀土儲量。至於其他嘅關鍵礦產呢，例如鈦金屬同埋呢一個 manganese 錳，雖然烏克蘭擁有可靠嘅測量數據，而烏克蘭官員就聲稱佢哋有全球高達20%嘅鈦供應。不過根據獨立嘅估計呢，例如美國地質調查局同基輔自己嘅經濟學院嘅數據就顯示，其實佢嘅儲存量係比較低嘅，絕對冇20%，可能大概有6-7% 啦。雖然6-7% 都唔少。而第二個錳 manganese 呢，佢主要個用途就係喺鋼鐵製造入邊，其次喺電池生產都有用嘅。特別係喺電動車嘅電池嗰度，而錳嘅儲存量呢，就比較確實嘅。烏克蘭話佢擁有全世界最大已探明嘅錳儲存量。喺俄羅斯2022年入侵之前呢，烏克蘭已經係全球最大嘅錳礦產生產國之一，當時係排名第7嘅。呢兩樣關鍵礦產鈦同埋錳，其實就係唯一嗰兩個我哋有比較可靠數據講到烏克蘭究竟佢嘅蘊藏量有幾多嘅。鋰電池個個都聽過，鋰同埋石墨呢兩樣嘢對於電動車嘅電池都非常之重要。鋰，烏克蘭地質調查局就估計佢嗰度大概有50萬公噸嘅鋰儲量，號稱係歐洲最大嘅儲存量之一。而以全球計呢，佢就應該可以供應到全球嘅3%。但係而家烏克蘭呢係完全冇開採過鋰嘅，部分嘅原因。點解佢知道有儲存量，打仗前都冇掂過呢？因為電動車都唔係呢2-3年出現嘅事情啦，係咪？部分原因就係佢嘅儲存量主要來自一種叫做 petalite 葉長石或者叫做透鋰長石嘅物質，一種令到開採同埋加工呢成本更加高嘅礦物質。可能亦都係咁樣嘅原因呢，烏克蘭喺俄羅斯入侵之前完全係冇運營過嘅鋰礦山嘅。而講到石墨 graphite，雖然佢有一啲舊嘅基礎設施，
但係呢啲仍然都係蘇聯時代嘅基礎設施，而自佢冷戰高峰期以嚟呢，就完全冇現代化過嘅。而且石墨要精煉至電池級呢，係需要額外嘅工序，成本就會更加高，亦都對環境有害。最後講到鈾 uranium 啦，澤連斯基話歐洲最大嘅鋰儲量就係喺烏克蘭啦。佢聲稱烏克蘭地質調查局已經有記錄，烏克蘭擁有歐洲最大嘅鈾儲量，對核能非常之重要。而美國地質調查局呢一次呢，同其他嘅國際報告呢，都確認烏克蘭嘅鈾蘊藏有重大嘅潛力。不過又係嗰樣啦，就係缺乏詳細嘅現代勘測數據。加上喺呢一次開打之前呢，烏克蘭唯一嘅鈾礦生產商係佢國有嘅企業 Voskhod， 但係就唔知係因為佢營運得唔好啊，定係佢入邊嘅蘊藏量好難搞，佢嘅開採成本高到嗰間公司係冇辦法盈利。所以喺打仗之前呢，烏克蘭嘅核工業都係100%依賴由俄羅斯進口嘅鈾。講到底，我覺得烏克蘭喺關鍵礦產儲存量雖然有一定嘅潛力，但係大家有冇覺得佢真係有少少誇大咗呢一個估值，而成日走去提稀土嘅儲量呢，確實係有啲投機性嘅，明顯會令到好多人認為呢一個只不過係佢嘅一個策略。希望能夠滿足自身國家喺戰時嘅迫切需求，而喺呢一個地緣政治上就誇大其詞。當然同時你亦都可以話呢一啲都係佢救國心切啫。不過以上都唔係最棘手，更棘手嘅呢，就係就算呢啲蘊藏量係正確嘅，但係而家俄羅斯佔領咗烏克蘭大概20%嘅領土。而咁啱呢20%嘅領土呢，就蘊藏咗佢40%嘅礦產資源。大家有追烏克蘭戰役嘅，你都會知道俄羅斯佔領咗烏克蘭大概20%嘅領土，包括咗頓涅茨克、盧甘斯克、扎波羅熱同克里米亞等資源豐富嘅地區。澤連斯基表示過，俄羅斯目前控制烏克蘭嘅20%嘅礦產資源，同佢佔領嘅領土面積差唔多啫。不過呢，路透社就引述烏克蘭智庫嘅説話，話烏克蘭嘅40%嘅關鍵礦產資源呢，都係位於而家俄羅斯控制嘅土地上。嚟到2025年嘅5月，雖然美烏礦產協議達成咗，會去試圖吸引西方嘅投資，但係聽完以上種種，你就會知道烏克蘭急切需要嘅係兩樣嘢。第一就係和平，第二就係要能夠吸引巨額嘅西方投資，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履行到呢啲礦產協議入邊嘅資源控制同開發。因為每個礦都講緊係可能5至10億美金嘅投入，而需時呢由零到能夠產，可能係講緊10年8年嘅事情。聽到呢度，相信你都已經同我一樣 feel 到烏克蘭礦藏嘅複雜性，同埋佢背後牽涉到嘅地緣政治博弈。我哋睇到，如果烏克蘭同俄羅斯之間冇徹底嘅和平，冇解決領土嘅爭端，咁要實現美烏呢一個礦產交易嘅全部價值，基本上係 mission impossible。因為關鍵礦產嘅開採係一個非常之漫長嘅過程。住香港嘅我哋，你可以諗下，一塊地要由生地變成熟地，起埋樓入埋去住，係需要經過幾多重程序同埋時間啦。冇10年8年，你都唔使旨意。如果美烏協議真係純粹瞄準想去採礦嘅話呢，咁呢一個目標絕對係一個超長期嘅挑戰。因為烏克蘭絕對係一個極生嘅生地啦，佢嘅礦藏缺乏現代化嘅儲存量評估，地下到底有幾多資源可以攞嚟用呢？其實而家係冇人清楚嘅。邊啲礦藏真係可以開採呢？呢個問題就更加係一個大問號。開採唔係即刻有成果㗎嘛，需要好多年嘅研究、驗證、設計新礦場、考察精煉廠，每一步都需要大量嘅時間同資金。試問一個戰爭陰霾仲未散嘅地方，呢啲工作點樣可以順利展開呢？所以呢一度就帶到一個耐人尋味嘅思考題啦。美國係真心相信佢可以喺烏克蘭嘅豐富礦產分一杯羹，順便將歐洲灑埋出局啊？定係呢一切都只係一場策略，用嚟推普京走向和平嘅談判呢？
聰明嘅你哋又點睇呢？你覺得美國嘅動機係純經濟掛帥啊，定係背後有更大嘅地緣政治盤算呢？又或者係想兩者兼得呢？仲有一提嘅係呢一節嘅內容呢，就係因為我上一次睇到你哋所有嘅回應當中，最多人想知嘅就係烏克蘭到底有咩資源。所以呢，如果你哋想繼續同我一齊去探索稀土嘅旅程，咁你就要話俾我聽，接住落嚟你想知啲乜啦？係新嘅方法喺中國以外開採同加工稀土啊，定係用嚟取代稀土嘅新科技呢？又或者係稀土嘅新回收技術？你哋嘅意見會直接影響我哋下一集嘅內容。好啦，走之前都係例牌啦。如果你哋都 enjoy 呢個話題嘅，記住撳個 like 同我 say 聲 hi。而若果覺得有改進嘅地方嘅話呢，咁就記住喺留言嗰度話我聽啦。我絕對接納所有嘅意見，除咗人身攻擊，仲有唔係淨係我嘅人身攻擊啊！任何去人身攻擊其他聽眾嘅呢，我都會即刻 delete 嘅。好，下次再見啦，拜拜。